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读做用用第7条，用冇人读做用，有人认为讲这是文音甲白音的差别，冇人认为讲这是方音差，腔口无共，看你惯势读什么。读做用代表讲，互物件发挥伊的效果效能，咱讲用电脑、用手机啊，有效咱讲有路用，若无效咱讲无路用。另外，这里用冇开钱的意思，像咱讲用钱。另外，啉茶咱讲用茶，代表一个行为或者是动作，咱讲用行的，用手机啊，抑个用水洗。另外，车驶冇人讲是车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无路用，代表讲是一个人无效，或者是讲一个物件无法度发挥伊的效果，嘛会当讲是不中用、无事使，有人读做无脑使。第二个词是自家用的。意思就是私人的轿车无咧营业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，贼若是无做，就是人；钱若无用，就是虫。阿明实在有够欠，有钱煞唔甘换一台新的自家用的，再加一台无路用的歹当旧车，半路熄火，实在有够危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会当读做用，嘛有当读做用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